華為最近喺曼谷舉行嘅新品發佈會，一口氣推出咗多個系列嘅產品，當中最先會喺香港見到嘅呢，就係呢款華為 WatchFit 5系列新標標準版啦，有5款顏色，Pro 版就有3色俾大家揀。Pro 版首創咗血糖風險研究功能，感測器會連續監測身體數據，一旦發現代謝異常信號呢，就會提醒大家調整生活習慣或者去求醫啦。過去要等病先知有問題，而家嘗試未病先防。今次仲加咗微運動模式，翻工一族就最啱啦。裏邊有30組輕量舒展動作，頭頸、肩背、腰腹全面都可以鬆一鬆，30秒至幾分鐘就搞掂。仲有可愛嘅熊貓標本同你互動，完成一次微運動咧就可以解鎖一個城市嘅建築背景，健康管理變成玩遊戲咁。運動功能啦，亦都再進一步支援 Pickleball、網球、羽毛球呢類拍類運動，仲有揮拍次數、殺球次數、正反手嘅擊球比例。Pro 版仲支援咗越野跑、高爾夫球同埋自由潛水，更加支援60分鐘嘅無線快充，充一次電就可以用到1個星期。同場佢哋仲出咗一款女性向嘅華為 Ultimate Design Spring Edition 智能手錶，銀色嘅錶面上面加入咗99粒嘅鑽石，當中亦唔少得生理週期嘅監測、情緒健康管理、顯示品味，同時亦都照顧到健康，將科技同珠寶完美結合。同場其實仲有一款6.84寸 OLED 嘅 Nova 15 Max 手機，擁有特大嘅8500mAh電池。另外，亦都有厚度只有4.7mm 嘅 MatePad Pro Max 平板，機身比支觸控筆更加薄。最後佢哋仲宣布咗為小朋友帶嚟一款 Swatch Kit X1 Series， 配備咗500萬像嘅前置鏡頭同埋1300萬像嘅後置鏡頭。機面仲有可以轉動又可以拆出嚟，方便小朋友嘅多變玩法。現場都好多人好期待啊！你哋又覺得邊款產品最吸引你哋呢？留言同我哋分享啦，下次再見。